立法院修法，甲退休的警消人员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%。行政院申请实现无列入去明年的总预算，引起争议。若全事部讲年底进前就会完成计算啦。另外，针对半暝危险热力的津贴，中央甲地方讨论要扩大范围，即外勤甲内勤拢会列入去。立法院顶一个会期，司法三读通过警察人员人事条例，甲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%。按过行政院申请实现，也无列入明年度的总预算。这个案煞超袂平，在野批评行政院无伫顾司法。内政部长刘世峰声明讲，预算偏列爱等实现的结果。专属部是回应，一定12月底前完成退休所得替代率的计算，也甲相关资讯系统的建立。还在测试中，甚至跟测试，而且它需要经过在所有的警消主管机关在进行测试。若是行政院去年核定半暝慰劳津贴，针对于警察、消防、移民、空勤半暝出外勤会当领津贴。不过，基层保安讲，敢若顺路怎领会到拜读内勤人员？对这代志，中央地方长期讨论要扩大适用范围，纳入值班甲备勤。这一些的值班跟备勤仍然也有遭受到这个供给的这种状况哈，没有不同意说不支持，但是他们说他们的要由中央来负担。是不是等会后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是不是等会后？目前没有一个县市政府编列进去。不过，要后来外勤人员拢会当领到半暝慰劳津贴，相关预算由省付钱，以六到所里差不多拢支持提升警消待遇，希望中央协助支援。它是延长的工时，那它就应该要有加成或者是其他的补贴。深夜勤很花钱，那你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调节你的人力。说，那你真的没有钱，那就大家就尽量减少深夜勤的密度。警权会讲应该比照劳基法加班，那半暝值勤都要发放津贴，那地方政府预算不够，都要调整人力，也是减少勤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